那个就是一次上传上百个影片档，结果他就说上传的太多了，没有办法再上传了。那如果有第二个频道，是不是可以上传到第二个频道呢？因为那个庙会拍的影片分量很多，一次你看呢，如果录影3个钟头，如果是每个宫庙一个影音档呢？你看呢，下营上帝庙绕境说编号271啊，那你一次要拍那么多个影片哦。那如果直播就是全部就一个影片的，那直播的画质不好哎，解析度不清不佳，所以录影要3只手机，一只直播，一只现场拍，还有一只是备用的。像天气热了。下营北极电农历3月2号、3月3号，就清明节隔天再隔天，连续2天绕境，3年1次绕境。哦，什么台北、桃园的、台中的，新北的有婚灵庙，台北松山，北极电那个最有名的那个阵头很庞大呢，都回来参加绕境。所以又遇到连续假日啊，参加活动的很多啊。参加绕境了很多，所以神教编号竟然271啊！早上起驾点了骑马炮，点然后起驾仪式就是出神教要出去的仪式，竟然要3个钟头左右了。如果7点大概到10点左右最后是那个玄天五上帝的神教先出去，然后来玄天四上帝的神教出去，然后来玄天三上帝的神教阵头出去，然后来玄天二上帝的神教阵头出去，然后最后才是玄天大上帝的神教阵头仪仗队伍。很庞大呢，单那个马草水的几十个人呢，那很多。你看这个显示说正在取消上传，就一次给他传个8、90个影片档，结果大概传了一半以后就没有办法传上去了，它就显示短时间内上传影片太多了，没有办法接收了。那如果有第二个频道也许可以上传到第二个频道，然后在影片里面通知说进入第二个频道，还有其他的部分，比如说分第1天、第2天，绕境有的2天，有的3天呢。有的北部的庙会，有的中部的庙会，有的南部的庙会。然后这个要进入那个频道，自己有 YouTube 账号，然后有网络电视台。进入那个频道以后，找那个影片，从影片点进去，然后看那个档名。你看那影片的档名，那么如果说只有英文的数字就是没有这个中文字那就可以编辑编辑。这说明是怎么来的？是要操作桌上型电脑，它有那个设定预传的设定，预先上传了一些设定，说明区的文字是可以早就给它设定好了。如果用手机上传，那就没有这个说明文。按这个右上角这个圆圈圈，这个按我的频道进去，按那个影片，这样才有办法编辑没有上传成功的，它会显示出来；重复上传的也会显示出来。让他看，像这样直立的看不到那个
全部影片的名称，所以到底有没有中文都看不出来。要把那个手机放平，手机放左右方向的，手机调整为左右方向后，你看可以看到说观看次数有多少个，然后你看那个影片名称就有中文看到了，这个没有中文的，就说那个手机拍好就直接上传了，没有经过添加中文字的档名没有修改了哈，没有中文的就直接上传，赶时间的就先上传，然后有空再来增加那个中文的档名，像这样按编辑，右边3个点按下去，然后进去编辑区了哈，你看，这个就可以让你加上那个中文字了。这个怎么来的？有办法复制贴上。这是要看有那个中文档名而已。把那个档名复制一下中文资料的部分，然后再来贴到这个没有中文的影片名称档名。那这样好了要按哪里啊？按那个退位，手机屏幕右上角，或者是垂直看的话就是右下角，按那个退位键了。不是退位键了，应该按那个圆圈绿色箭头向右。不对啊，不是这个。应该按退位键，对了。按那个，如果垂直手机是萤幕正下方右下角，三角形向左，那个叫退位键。现在退到这边有看到一个三角形，萤幕右上角又跑出来，又再按一次退位。按这个有三角形，有这个播放，那个类似播放又不是播放，向右三角形，按下去。你看影片已更新，那表示说影片的档名就变成有中文字了。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你看刚刚修改啊，现在就有那个中文字，下营上帝庙绕境活动第2天了。依照这个方法呢，你看按右边的3个点，然后出现这个小视窗有编辑，没有看到编辑要向上滑动，要看到编辑还可以分享的。编辑按下，按久一点，贴上，不是按下页，而是按那个退位键。手机萤幕正下方右下角那个三角形向左，那个叫退位，退到上一页了。看到这个萤幕右上有一个向右三角形，按下去，影片已更新，那就是档名就有添加刚刚那些中文字啊，就是这个，就是要这样做啊。按右边3个点按下去，就表示说里面有内容了。按编辑，那有分标题跟说明区的。现在是标题，影片标题要加上中文。要知道哪个地方的庙会啊？下营上帝庙，本名叫北极殿啊，玄天上帝庙，一般都叫北极殿啊，就是玄天上帝的庙。然后这样好了，再按右上那个三角形，这样影片已更新，这样档名就有中文字了啊。赶时间就是手机拍好了那个都是只有 VID 的，然后数字的，数字就是日期嘛，年月日，然后几点几分几秒那个嘛，一串的数字嘛。那送上去有空再来改这个标题啊，按编辑，上面标题那一行，在那个最后一个字呢，右边那边按一下，
要按几秒，要贴上，按右上角三角形。你看这样有显示影片更新，影片已更新，那是这个档名有增加中文字了。按编辑，按久一点，按贴上。影片已更新。看了多少次都可以看得出来。有中文的人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看但是因为这个庙会画面就知道是热闹的庙会，所以人家还是会看。如果学术研究的文章就没有标题，人家可能不知道那是在谈什么。所以有的主张要有荧幕，要有字幕影片里面要有字幕，不然至少这个影片标题要有中文，标题要显示出那个大概内容是什么。出现这个下页，那就不是按下页，是按手机萤幕右下方，垂直的话是右下方三角形，水平的平放的话是在右上角三角形，按这个三角形，右上角三角形。看到影片更新，这样就是影片的名称就会有加上中文，下营上帝庙绕境活动第2天这样。这个影片画面是八爷八爷是范无咎将军，宋朝的名人。高人七爷叫谢必安将军，谢将军跟范将军就是七爷跟八爷。城隍爷庙都会有那个七爷八爷，抓那个什么罪魂的，地狱的使者抓罪魂的。如果说一般人要归空要死亡的，那七爷八爷会在抓那灵魂，所以要有得道得三宝心法，不必下地狱受苦因为有天榜挂号，地府抽名